好，我是香菜。之前呢，我有做过很多新手猫奴必看的影片，那也一直有粉丝问我关于猫咪乱尿尿的问题。很多养猫新手遇到这个问题，还会以为是猫咪在报复。猫咪会乱尿尿，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，像是猫砂盆不适合，猫咪还没有结扎。那有些状况是猫咪刚到新环境，或是新家，或是家里来了新成员，导致它们精神上比较焦虑或是紧张。再来也有可能是猫咪身体出问题，需要赶快带猫咪去看医生。为了保持环境的整洁，还有空气的清新，猫砂常常没过多久就要整盆换掉一次，一来垃圾量很多。如果选到猫咪不适合的，也有可能导致猫咪乱尿尿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各种主流猫砂的优缺点。如果你也正遇到挑选猫砂的问题，就赶快看下去吧。首先就是矿砂，矿砂的成分主要是烹饪土，那它主要是用凝结的方式，就遇水会凝结，变成一块一块的。适用于单盆的猫砂盆，矿砂的除臭力算不错，但是也很看品牌。那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猫咪的接受度很高。根据统计，矿砂是猫咪接受度最高的一种猫砂，它踩起来就不会像其他那种颗粒的，就是对猫咪来说触感比较好，也比较好埋。那再来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。矿砂呢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很重，真的很重。不管是要把它搬运回家，还是每次在清理垃圾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蛮痛苦的。尤其是长期下来，我又不止一只猫嘛，就必须常常倒垃圾，然后垃圾也很重。再来就是粉尘，矿砂相对来说粉尘比较多，那猫咪上完厕所也非常容易把沙子带出猫砂盆。如果你不勤于清理房间，就会弄得整个都是。所以如果你想使用矿砂，或是你家的猫咪刚好喜欢的就是矿砂的话，可以建议大家去找那种落沙店，就有点像汽车里面放在地板上那种。第二种我要介绍的就是水晶猫砂，水晶猫砂就是颗粒状的，然后不规则形。那它的原理就是把尿液还有臭味锁进它那个颗粒里面。我自己是没有用过，但是听说除臭效果是不错的。那它的价格就稍微高一点，猫咪的适应力也没有那么好，因为踩起来也不是那么舒服。也听说它有时候会渗水，所以猫咪可能会觉得，我踩到什么东西。那如果是用水晶猫砂的话，建议是用双层的猫砂盆，这样消耗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快。刚才的矿砂比起来，它几乎就是没有粉尘。第三种就是木屑砂，那我自己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用松木砂，所以这个我应该可以讲出非常多的心得。松木砂一开始我会选择它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不会像矿砂一样带出那么多粉尘，它掉出来就是一条一条的嘛。那可是这个一条一条的吸尘器也吸不太起来，所以要用扫把清理。那它是碰到水分会化成粉末，所以建议使用双层的猫砂盆，当它碰到猫尿之后就可以落到下面去，下面再换尿垫就好了。那网络上有很多评价说木屑砂的除臭不错，但是我必须说，不错也是在你经常更换的状况下。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猫砂，你都不能太懒惰。太常没更换的话，还是会很恐怖。那在除臭方面，松木砂致命的缺点就是，当猫咪不会埋的时候，完全盖不住它们排泄物的味道。那猫咪对于松木砂的适应力又是比较差的，很多猫咪可能一开始也不会买，好比说多多。最后一种呢，算是近几年开始出现的讲求环保安全的豆腐砂。豆腐砂也有分成很多种类型，有的就像是松木砂那种条状的啊，配合双层猫砂盆来使用。那也有做成矿砂剂型的，那你如果怕你家的猫咪适应力不好的话，非常值得考虑的一种剂型。有很多人说松木砂会有一种木味，然后豆腐砂会有一种豆味。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我长期使用松木砂嘛，然后后来我换成豆腐砂之后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讨厌的豆味，因为我本身是讨厌豆类的，我不吃豆类。那猫咪的接受度呢，也大概就是普通。那有些状况下，可能你的猫咪会不喜欢豆味，或是会偷吃豆腐砂的状况发生。通常这种状况在猫咪第一次使用完之后就不会发生了啦。然后我觉得豆腐砂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冲马桶，它大量的解决我垃圾量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我之前有一次整盆换掉，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想太多，就整盆倒下去冲，马桶也没有堵塞，就是它其实还蛮好溶于水的。但如果你家的马桶比较老旧，还是可以就是少量多次处理，它基本上都是 OK 的。那豆腐砂的缺点呢，就是它的价格比较高一点，保存比较不容易，跟松木砂一样，怕湿气也怕长虫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豆腐砂的话，也可以找那种就是小包装的分次包装好的，这样会比较容易保存。如果你真的怕猫咪乱吃猫砂，也可以挑选食品级可食用的豆腐砂。我之前自己是用松木砂，那其实也蛮好清理的啦，就是掉出来的用扫把扫一扫，那有一些粉尘的地方用吸尘器吸一吸，整盆大概1个礼拜换掉一次。其实我会觉得有点浪费，然后垃圾量也蛮大的。那如果不常清的话，它味道就会很重。